哦，他穿那個衣服，那個眼神好霸氣哦！哇，這眼神，招你㗎，幾錢一斤啊？2蚊雞啊？可唔可以試食一條啊？試食就冇問題，冇問題係嘛？哦。數個斷咗，每條食嘅啫。哦。我喺樹頭揀落嚟就食㗎。可唔可以試多條啊？唔係幾時出嚟？有一條都得啦，一條成2重㗎。但我想試多條喎。你喺商場到處買都冇得試嘅。阿叔今年幾歲啊80啦。80歲啊？哇！我見你好後生喎。睇唔出啊！睇唔出，真係睇唔出。攞啦，冇用啦。有用有用，幫我稱啊！係，那眼神透露出一股殺氣，我根本就不敢講話。10斤啊？唔夠，繼續。14斤半。嚇？14斤半。14斤半啊？好，幾錢一斤啊2蚊一斤啊？2蚊啊？呢個都要。他剛才講了一句很無奈的話，他說今年我問他多少歲了，他說80，今年79。老了冇用了，能理解這句話的含義嗎？歲月催人老啊，老了沒用了。41蚊，41蚊係嘛？公，我問你一個問題，答啱咗之後買齊佢好冇？我咩問？我冇文化嘅喎。你應該答得到嘅。嚟啦喎！我哋新中國係幾時成立嘅？49年啦。係啦，建軍節係幾月幾號？8月1號啊。係啦，對嗎？仲有一個問題我想問下你，因為我哋問下我個份啊。你當咗幾多年兵啊？4年啦，海軍4年啦。喺海軍4年係嘛？之前喺邊度做嘢㗎？喺海南。海南係嘛？真係啊！裝下，幫手。好，我等你。哎呀，我80了。有句話說的，退伍就不退社。阿公，你幫我計數啦，幾多錢？66蚊啩？66蚊係嘛？咁啦，按照我哋鄉下要俾88嘅，因為好意頭啊嘛。好，得唔得啊？得係嘛？因為我哋中意8字。要打個8字嘅，多謝你尊重下，嚟88，嚟，多謝嚇，多謝，啊唔使係，哦80歲，我哋依家公司搞活動有2個紅包攞嘅喎，有2個紅包要攞嘅喎，嗱公司搞活動，係，多謝嚇，啊唔使係，公司搞活動嚇，我們就不搞那麼多，我就找了一個借口，是吧？找了一個借口來讓他拿這個錢，等一下。有些東西要有威嚴的，要當後生仔晚輩的給200塊錢利是錢咯，行不行？你啱先講咗，依家年紀大啦，冇用啦，冇用，你都威過，你都後生過，係嘛？將來我哋以後都會係咁噶啦，係嘛？多謝你嚇，多謝，啊走啦，多謝你照顧啫嚇，冇，公司照顧啫，唔係我，走啦，你看人生百態的關注小姐嚇。